夫月华。兵大人，于现在拦路害冤，快把长子拿来我看。是。这道凄凉，想那无奈的乃是老夫得意门生，此案是他所生，此场有害他的官身。老夫倒要问上一位，你叫何名字？有生，我求生，我求生。他以我范围所及的场，其中定有缘故。我求生，随老夫前往东厂。多谢老大人。此子恩师请。恩师孙子啊，也请想老夫当初公子才口之言，也请因我日子宽重，挂起别来了。恩师当日教训岳生声音肺腑，每日对此反躬私信，作为所有之命。也请鼓励了。此次恩师请。恩师请啊，请。昨日恩师地区燕子院卷中，想必看过了。看过了，不知恩师有何高见？这个嘛，也请以老夫看来，此乃是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，要申请此案，确实不容易哟。恩师夸奖，恩师夸奖了。也请言之一案，老夫已经看过，有几点情节，写在案卷之上，请也请自去看来。是。
想恩师定有惊人妙语夸奖于我。此案不明尚有3年，所以初次冒名，请走一时道远之路，二次再往为我的遍山之门，此你也有。所以功臣休以当夜失落，也只不落在第3人之手，此你而已。所以在英雄加护以我求生，因我有怜悯心上，为我求生命愿，先此3年共延期春家。哎呀！风雨高，秋夜色落，浮萍真，正听光禄撒花招。列明局长来交集，金銮特巧一才逃。恩师因我翻起你。伯牙子、身份子、陈氏子、命笔子、对影子，全言去，再将子哦西推墙，以恩师之间，万当怎样推墙？以老夫御见贼将此案仔细所查，谁有破绽便当重审。这个一生不管聪明，所以上报安源衙门专人刑部批文接着就下，岂可轻率终日再犯此案？你的有才正是轻率从此。以一生看来上不足为你呀。门生参与太子中，本领为师心难哦。这寡他年少欺人也力气，我万当层层有他可你当。两三番，不劳往返有
为师被你急往一走，难道你这一点情面都没有了吗？既说恩师定要前往，若身奉被你差了，不是你来陪我，乃是我来陪你。是此恩师请。恩师，这就是边山的王姐。年兄，请啊！引我随随在一旁啊！年兄司机轻便，后必多无言。恩师，言之却总在后院。这就是凶手跳江而进、跳江而出的地方。哦，恩师，既无所见，就请回府去吧。且慢，夜起你来看。年兄，你看是我吗？墙高墙低，有当真呀？恩师，不知恩师有何念头？
山门，不走顺路，不犯后乱地墙，反跳前院高墙，不图胭脂桂发，恰到比赛方便。这是为何这个高能，若是早已料到杀人凶犯竟非所见，女婿，恐怕你也是失策了吧？难道是拿我求生不成？应都没我错，你也错，大家关键不良。你哦，好了好了啊！这是房子内何法放过？原来是一枚宁茶，宁茶。叶妻，此宁茶恐有事也你。恩师，杀人谁真乃是修业，这宁茶有何作为你？叶妻，修业谁是贼真？此宁茶落在凶手挑枪之处，难道不该贼茶？恩师高能，我看定是凶手落下的，便是凶手落下一定是所见之法啊！叶妻，因我四次无多。是啊，女兄，你也太武断了，我看就不是所见之物，心口之王有何为之？为民父母必须自从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仔细教。宁茶是否存在？难道不该存在？你一为强子夺理，恰是为恶，此案迫在十次之多，佛茶重生一番，也何不该？是啊，此案破产不测，实不终身，岂不是草菅人命？恩师，此案已申报刑部，倘若犯案终身，将人下来何人承担？倘若造事将人下来，老夫宁愿托死承担。是啊，恩师是为托日承担，哪个像你将生命当作儿戏？父老送来万民山，不为亲民天下传。亲生茶坊得财真，明察秋毫定此案。非比落落混用辈，心口此王枉为官。恩师年满青丝容，许官压身要事转。真是压身冲，真呀！我情愿扎下乌纱不做
小小也得管不了你东厂府此事，我苦口婆心，话已说尽，愿不愿做个清官，由你死去，你才拿去。
恰自成一粒泥说尽二次重来，一我不走山门，不走顺路，不返后院地墙，反跳前院高墙，不图胭脂桂发，恰到皮山王爷，这是为何呢？此人他可有事也？恐怕他人也是失策了吧？要是确诊冒名我求生，拿来修业一阵。其为冒名便为杀生，为民父母必须自重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仔细教。修业当然失落父子早行，说起失了修业，也是不能做他人之手。杀人去万军非所见。你愿意强制脱离，巧是为何？我笑你自命清天，却是糊涂昏官。此案不但把财产不中，生气不是草菅人命。糊涂昏官，草菅人命，草菅人命，草菅人命，昏官。丁大圣方才快马送来银部批文一前，银部批文。胭脂一案协同复判，胭脂发放为将，王灿烂监禁3年，凶手所见即日帮扶法上赐决。知府无奈的明知应断石困家将，追问身上天恨生前。银部批文三明经，是非确实早得清。难奈破案本付出，富亏百姓送怜悯。更何况不问一下案事体，岂用反复都是臣。关童儿说的凶顽到他的福根天良并同意，刽子手官也提赞，今
分我上次你的鼻青鼻破音，怕只怕神头落地，覆水难收出之人。到那时公正廉明，前世家生死受之，是偏神。应声长子成虚妄，我与那张梦成了同类神，阻难又难，难杀我请老爷升讨批斩。你说什么？请老爷升讨批斩。冬儿，传言之后当问话。是，传言之。燕子，我但问你一事，这枚银钗可是你家之法？此茶并非我家之物，小女子不知。此话当真？小女子不过乱说。你去退下。是。传说界王成了。是，传说界王成了。所见放在路过门外，因何口出狂言？哈哈，死在一地，将将郁郁何妨？我且问你，杀人英雄只是你从何而今，从何而藏？那是公堂之上，你不分不清楚。今天半夜三更，怎么心血来潮，又分起这股来了？讲，是算是后门而进，后门而出，一派无言。请问大圣，那么你要我从何而进？从何而出呢？本命从前缘挑江而进，挑江而出。广度因何发现？无法大圣好言有一笔，比什么？一字小小中，天秀有玲珑，佛作节节空，不吐大本。他生需要跑跳四类，你想想，燕子家中我曾去过，清清楚楚，锁门锁路。我是要进去英雄，难道不知
何愿上门哀想，反而去挑那些原高墙不成？如此看来，他是涉世无度，好笑啊，好笑！待了下去。王灿兰，大人，你有何愿望？大人，那只血液当然便守了在我家门口，转眼不见，命为书记巡夜一夜，两人不曾离开，杀人之事实为书记所为，望大人强查。我且问你，你有几个姐夫？哎呀，大人，命为表兄书记乃是青梅竹马，实在并无他人。我且不信。大人不信，可到街坊查问。虽说有人3番2次调戏于我，命妇也从未答允。是谁3番2次调戏于你？是毛大。毛大，我且问你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毛大可曾到过你家？这个命妇想起来了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毛大时曾来过。他来做甚？他拿着一枚银叉前来调戏，对我端出门外。毛大出门行差，我便将门关上。你可记得是怎样一枚银叉？记得是枚镶开把牛的红的银叉。哎呀，不错，你看，可是怎样一枚？真是这枚。说的那夜，何事为作？毛大出门不久，书记就来敲门。哎呀！我知道修业同学，是天真就才子银叉揭开，我一看，我虎书神文报应，不乱来滚蛋，总得偏向无上。当腿早，想到也到不了了。把剑夺了呀！毛大，快将涉事边山之事从热招上。啊！哎呀，周老爷冤枉啊！你看这是什么？修业之中还有什么？
此宁长，是你英雄之士落在边山枪下之外，张真却着招死不招。看到一声宁长，不是小人的，算圣旨，算圣旨。毛家，你拿此人才调戏于我，还不快走？毛大，这宁长分明是你从我头上拔去的，你妄想拿？哼！事到如今，招死不招，无章无证，叫我怎么着？铁证是三。哎呀，拉呀拉不掉这，小人愿照。瓦工。江茂大当日是老方才因之所及王成兰，有礼大人到，打开重本，策进。